來看亞洲上大隻遊覽船榮耀號，中日在半中途有旅客向身體無爽快，情形是真緊急。船頂的醫療團隊先做初步的處理，了後請直升機把旅客載去病院。業者分析，在船頂若拄到有生命危險緊急的個案，會判斷講看是要挖港，或者是請直升機趕緊送病院。直升機出動，對郵輪頂邊甲患者吊救起來，緊轉送落地的病院。船公司證實，佇7月29 MSC 榮耀號航行中途發生一個醫療緊急狀況，醫療團隊趕緊先救治。這船長也閣有船頂的醫療團隊綜合評估海上環境甲病情了後，啟動海上醫療轉運的安排。天候跟距離的允許下面，才會有動到直升機的可能。否則一般就是船長可能當下就會。決定說，那我們就停靠在最近的港口。業者講，郵輪頂面攏有醫務室，主要是處理胃腸無爽快的外傷才急症，攏有醫師甲護理師，會使執行基本的抽血甲照電工。天空喙抑閣吊大重的，也閣無法度處理心肌太加嚴重的中風。今年3月，空軍總隊接到通報，花蓮外海馬里塔籍郵輪頂面一個台籍遊客急性中風，需要送病院，成功將病人調送到松山機場送病院。專家提示講，重大傷病郵輪頂面攏會使緊急處理，若發生的費用需要家己付。出發進前要確保投保保險是否包含相關的賠償。郵輪消費權益也真受到注意。2004年，高師10號郵輪由貴人來出發，原先有加到沖縄灣、加石環島，不過因為風台影響，業者3擺變更行程。航警局進前公告，郵輪船票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該記載，甲袂使記載事項，加強自行公布退回甲賠償制度。這個消費契約的內容來去跟這個旅行商或者是這個郵輪商來做一些我們講產品的交換。那當然，這個定型化契約絕對是保障消費者的。學者分析，疫情了後，台灣郵輪市場是愈來愈回升。就亞洲郵輪市場總服務人數，台灣是排佇中國甲新加坡後壁第3名。政府也需要佇產業發展甲旅客權益中間做好，才法度吸引更加多郵輪來台灣，創造業者甲旅客雙方面攏好的局面。記者綜合報道。